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今年11月26日，大埔宏福苑火災實在令我哋感覺到好悲痛，但同時又牽動咗人嘅良知，亦喚醒咗好多人嘅生命。一個晚上，我哋扭開電視，睇住烈火吞噬住宏福苑嘅7座大樓，聽住死傷人數不斷嘅上升，我哋都不禁痛心流淚。大埔宏福苑火災唔單止燒毀咗7座樓宇，更加毀滅咗2000個家庭嘅家園，亦都奪去咗過百人嘅性命，當中有老人家、細蚊仔、家傭、工友，亦都有消防員喺火災當中殉職。喺熒光幕前，我哋睇到大量痛失家園同埋親人嘅災民，佢哋嗰種嘅震驚、絕望、悲痛嘅眼神，令我哋感同身受，潸然淚下。甚至平日冷靜報道新聞嘅記者喺現場報道新聞嘅時候，亦都哽咽。喺火災之後發生嘅2日，我哋3位主教喺福利協會嘅安排之下，先後到咗災場旁邊嘅社區中心同埋社會服務機構探訪災民，並且為工作人員打氣。喺呢段探訪裏邊，我感受過心靈嘅沉重嘅哀傷，但亦都睇到人性光輝，亦帶嚟一點嘅喜悅。由火車站行到去災場附近，濃煙嘅焦味越嚟越強烈，沿途我哋睇到消防員佢哋嘅倦容，街坊佢哋嘅哀嘆。到咗社區中心，睇到正喺度登記失蹤親友者嘅焦慮，睇到有遇難者家人嘅哀哭。之後我哋喺社區服務中心嘅兒童託管區，有一班小朋友喺導師嘅帶領之下，有少少不知愁滋味地唱住歌。我睇到有位小朋友悶悶不樂嘅瑟縮一旁，我問佢：點解你唔同其他小朋友一齊唱歌啊？佢只係講咗5個字，佢話：我冇咗屋企。以上呢啲情景真係令到我嘅心情相當沉重。但係當日我又同時見到消防員喺休息咗一陣之後，就繼續嘅執勤。有關政府人員、警務人員佢哋嘅盡忠職守，熱心市民將食物同衣物送到收集點，無數義工佢哋嘅默默付出，仲有我哋教會喺堂校社福機構3頭馬車嘅協作精神之下，無論係在場嘅社工為災民提供不眠不休嘅無私服侍，同埋各區牧者同埋同工嘅支援，仲有我哋學校嘅校長同老師同工嘅穩守崗位，都令我好感動。之後3日，有大批市民去到各個弔唁處去簽署以表哀思。11月30日，無數嘅市民到廣福休憩處獻花，人龍排至公園1公里之外。喺呢一切之上，我睇到人性嘅光輝。原來我哋香港人嘅情操，嗰種不屈不撓嘅精神同生命力，就喺宏福苑嘅火災當中已經重建起嚟。深信若果我哋香港人都能夠以呢一種嘅精神嚟支撐住我哋香港，愛住香港，喺人睇嚟係咒詛嘅災難，原來喺另一個角度嚟睇，可以係一份化咗妝嘅祝福。喺未來嘅歲月，面對災後嘅重建，同埋即將嘅立法會選舉，同埋由治及興嘅措施，建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，完善置業階梯，
同埋之後北部都會區嘅發展，希望我哋都能夠用呢份嘅高尚情操去積極響應同埋參與其中。我哋香港喺未來要重建嘅東西多的是，除咗以上經濟同民生之外，仲有我哋香港人嗰份永不言敗嘅精神，我哋嘅毅力、韌力同勇氣，仲有我哋嘅信念。只要香港人能夠同心同埋團結，縱使我哋仍然面對唔少嘅外圍挑戰同埋內部嘅困難，我哋必定能夠一一克服。喺我哋基督徒嚟講，更加盼望我哋一齊繼續喺祈禱當中紀念所有嘅遇難者，願佢哋得享永恆嘅平安同喜樂。我哋亦要為傷者祈求天父嘅醫治，為喪失家園嘅家庭祈求上主嘅供給，又加添力量俾所有嘅社工、醫護人員同埋有關當局嘅公僕，讓佢哋嘅工作同服侍更加能夠彰顯上主嘅仁愛、公義同和平。經歷呢次嘅傷痛，我哋唔單止唔可以泄氣，而且更加要爭氣，並以我哋呢種嘅精神持續我哋今日因為呢次嘅火災而引發嘅熱誠，重塑我哋以為已經消失咗嘅獅子山下情懷，延續嗰份守望相助嘅香港精神。願上主賜福俾大家。